所以我每個星期都會去健身房3到5日訓練，每日訓練1個小時至1個小時半左右。練完之後，我就會返屋企沖涼，就準備食午餐。食完午餐之後，因為我哋馬來西亞呢嘅中午呢個太陽係好曬㗎，所以我食完午餐之後呢，就會喺屋企做一啲家務，又係要消耗下啲血糖咯。然後就休息半個小時之後，我接落嚟我就好珍惜嘅呢個學習時間啦。以前總係好忙，好多嘢想學都冇時間去學。退休之後，我就重新將學習揾返嚟，呢個亦都係我哋退休嘅優惠之一啦。我會去睇一啲健身博主嘅視頻嚟優化我嘅練習嘅模式。最主要就係我要練得更安全，尤其是我呢個年紀。我亦都會睇身心靈嘅方面嘅內容嚟提升我嘅對生命嘅理解，同埋提升我嘅靈性嘅認知。除此之外，我亦都會去了解而家現代科技去到邊度啦。因為我覺得人退開休嘅思想就唔應該都要停落嚟嘅，係要繼續進步嘅。反而真係退開休之後，會唔會讓我更多時間俾我嘅思想更大嘅空間嘅進步？身體要繼續進步，認知要繼續嘅更新，心靈要繼續嘅成長。呢個就係我退休後一個好大嘅優惠。好快咁樣，一日又嚟到食晚餐嘅時間啦。食完晚餐之後一樣，我會去到附近嘅公園散步半個小時。而家我好重視嘅一件事就係會讓嗰個血糖平穩落嚟。讓血糖平穩落嚟呢，係帶嚟我哋身體有好多好處㗎。咁呢啲好處呢，我就唔喺度講啦。你哋自己可以去揾一啲健康博主嗰度了解一下。以前食完飯就係錯㗎啦，就開始做工㗎啦，所以我個肚腩嗰陣時係特別大嘅，血糖都特別偏高。散步完之後，我就會返去休息一下，就開始準備呢個有氧運動啦。我嘅有氧運動通常都係做呢個室內嘅動感腳車，因為呢個好爆汗㗎，每次一做就1個小時。不過我唔係每日都做嘅，一個禮拜都係做2日到3日，因為身體呢係需要時間嚟恢復㗎。除開運動之外呢，我都會去嘗試一下以前未試過嗰啲興趣，例如而家我會每1個禮拜會用1日嘅時間花2個小時畫去學油畫，因為我覺得學油畫呢會帶嚟俾我嘅好平靜啊。